洛阳才子文笔生，到南阳去游学。今朝了让梨花不祥的辰光，碰上南阳才女李母千金花定金小姐。呼，各位读书人对小姐是一见倾心，而且不里随着小姐的一件水色，真是八风，那是个小伙子想发自诗人啊！像我随便的还要迷为之梦，而且还要举起终身。那么哪进府呢？哎，不里当听到天姑父霍家里呀，要水马一个世纪动儿。那么该上是听么托白队上的泥马步来进水，那么这样没好。刚有了要扶手去走他两年世纪动儿打行上，所以现在各大白队上的哎就是个马步扶了屋里，白队马步的能阿翁姑娘，都是人一番句话，是我家江兵。对清白女流落他乡，出于无奈，这都是马日生，所以来人多娘个。哦，这样桩事体，根本是我娘马上要走的，你等了课堂间里等一些吧。得，阿文马上里向去。分别是一高的时候，那个课堂间里面正是为等人心家，马不服手心里向浮水。切小姐，哎，但是让他袋袋里向找指纹了。摸出来拖到水里，呼，不知啥个道理。看见这指纹，就想着小姐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，叫越想越有味的。真的好想你，你是我生命的黎明。这是么的了？从前翻过了呀！一高头想了想嘛，哎，我有我了去小姐，那个小姐肯定还了想着我哎，不然说，明早是要到你办队子呀，非想娃子，可太对不起。干嘛呢？怕人去送个信，我为啥小姐？哎呀，该打死他我，但不第三个人。哎，托此礼吧。本当就是小姐的么子，家里维守堂里面说门说了，用不到当天门心的。对，但这朱峰去商量么谁家石头的？啊，凤啊，你与我叔叔为车男女，卑微小姐，而你去呀，凤啊，凤啊！马不能叫阿凤。在那里向做真心生活，听见外头个读书声讲阿凤啊，辣辣见我啊，不知阿有啥个事体哦，还是出去看看。但课堂间一看门，哈，再看见个读书人手里向拿着一张纸封，搿种么事么，人家女人身浪向个插刀呀，你哪会得遇噶？那么再实在，你遇到这样一只风，你也用不着毛身对看，不对，里向肯定有蹊跷。那么谁是刚上去门的呀？哦，想上去两不肯讲的，一出泥头门，是的，所以一步腰带了一个背对，个石头都要分过上呀，为了都拍的。风啊，飞呀！你与我去呀！你与我飞呀！哈，不在哦，宝贝通灵性，家里飞大概已经动身了哇！是啊，是啊。相公啊，咦，那背的哪嘛的了？回过头来一看。哎呀，那时候吃饭倒是难打起人。哎呀，小姐，这句我们乃是小生的东西，来，为起小生吧。相公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哪里来的呀？你要讲一个清楚，道一个明白，非怎么呢？不为不呢？哎呀，不来是讲你不肯为，这要并得啥辰光？马不要抽个呀？那么啥个？
男米郎让我讲车子，还有什么多娘米郎没妻子吧？小姐姐，既然如此，小生实已相告，待于一日相遇。怎样啊？待等妈妈归来，都不能提及的呀。好的，我不讲，你快讲啊！说，姑娘来。我做些好呢，是洛阳，我们分家世代是虚相，那份美是我的名和姓，我是一般就是的君帮，我为君用大南阳今日里春风送我进当，在那雨中的几个花戏子，他是不识天相，我永不忘。那想起他家有心，神我身躯风，我恰否几经归还，所以得的临此地，据妈妈帮一个忙，倘是我他你配成双，该不人你母女恩惜。山总要姑娘吹繡，牛来许此，不容易个。谁知啊，为此这个一位先家新女死马死身，假使这段婚姻能够成功，这是几乎害我。哎呀，别个代理妈妈，你也用不着死马死身过啊。那么是干，让我来求求你吧。哎，这啥真那个辰光，你妈不得走来走，嘿嘿，走得去啥走？这区区你妈不，两家走奔动，马勒里马女们走白下身后，阿女怎样的走来走？哈，你还走来走啊？可是不能娘看见。我等了该打个小猴子大钢架，你还非要我不会个，干嘛还塞进去？干嘛阿凤啊？你也进去嘛？你打的刚刚清爽呀？就说想不想？不就身体往这里想？哈！哎呀，我讲清什么指缝也会不我呀？那不就是来我知道指缝一半的，可是不来个。哦呀，姑娘，这衣服嘛乃是小生的东西，来，为接小生吧。你跟进来做啥了？不娘看见子，娘我为个要，所以代理妈妈，这是我事，爷爷说，莹莹说，我娘来在，你别进来啊！不为啊，可是不来个，哎，为接小生吧。那为了跟进来，带罗大去，
房间里向去，搿是不来个，本娘看见是钢琴也好买在。啥个？再我开去，对，所以忙正革命。今朝么随便来打打罗打，这几分钟也再说来。打再我给一口脚，姑娘好混脱个子。不然乎才不去忙从山后个地方来着呀。搿早晨的大家晓得人不后门个咯。你总不记得教堂里向走进去，些些么在烟囱锅里爬出来了还喂，手机多的家里刀就再进来。哎，当时孩子给他没啥好登升的呀。那么哪办呢？那么还是得让我出气吧。那么孩子，一个冲进来，一个冲出去嘛，两高的对棒的，噔！哎呦！谁家领兵啊？会立得来个了？两只手眼睛蒙睁，正面就老些嘿一拳。不晓得个副早队呀，32分水质。你是讲拼命的亲上去，那个两块正面做女的，朋友侬力气比我大啊！侬母子搿么好个，我让侬咕啦啦啦啦啦！哎，那这个在正面做太做来着，那么哪弄法呢？哎，我家母亲来了，你快点出去呀！哦，你家母亲回来了！哎呀，马步走来着，可是看见我的两高头蹲了该打，我也讲得清爽了。搿么呢，出去，指望等些再说吧。所以到时日没办法，回到我的身体受的，心里向是七上不落。姨妈部三脚两步当了够走了。搿么他离开屋里向来遇到已经了孩子呢，还要马步的脾气心急呀。现在到屋里门口一口呢，哎呀，能些讲，平常就叫我来上来到门口进屋走啊，今朝耍个路的，你没法去的。哎呦，不要去管理。哦呀，那个门打开好了嘿，被里向一口呢。我该说还个小子，不认得喂，啥人家？我不要去管理。打到里下被里上下精神一口嘛，嚯哟，这个小子马上喊得了哈，身马像个身下头别别听水头领了，可是不要说的个，都人搞个蛇妖哇，好呀，可是不能带来的这个，说是马步要去过活络的了，眼睛出去这个先去打个屋来嘛。哎呀呀，东山呀！东山呀，那你啥月不客气？怎么东山呀？你好啊！你说说不认得怪，你富一大爷你了，这看见进来一个渔民，40开2年纪，为说为话，大概谁是马虎啊？哟，牛来是谁？牛来是妈妈。哎呀，东山呀，妈不是真正曲记的你呀，到底啥又不客气着呗？哎呀呀！啊，东山呀，这钱不对吧？你拿什么水个奖？我想说分装修啊。用得的什么？我们真正该死呀！这钱嘛是忙得来，你都付上下，根本来请走哎。老杨身体好吧？好吧。他身体康健吧？付上下，阿公兄弟阿家妹子，班儿给大妹们，通通谁好吧？大家送马虎去，这只不是真的为讲妈妈你也好。呀，侬么托你一个穷夫哎！来，送来。妈妈你送的。哎呀，哥哥，大小呀，今朝不知啥个风弄来吃的来吧？也是我当我自对人们，还吃来吃去看。得你到此来寻妈妈的。啥个？哦，第二位大哥他来寻侬妈妈啊？是啊。可不知寻侬还有啥事体吧？这狗嘛。你是娘？那狗。哪来？你是娘？这东西呀，也不是不能吃啥个没事的，啥个娘到啥个味道呢？那老拉门呢？今朝大概他们爱啥真经？哎呀，那么这样子，分看见马步的辰光，还我到才都深刻的。现在看见死了，就是为了开不出去。一想，啥个？喊来喊去，我的事情呀，已经讲本到能听过噻，让到能感受内吧。对，妈妈，说问小生大此何事嘛？那哈，你不用问我，不要问你啊。是啊。哎呀呀！
问你们啥人家？no，问你家女儿比了。啥么子？问你能阿公啊？是啊，因为小生的心事嘛，都在你家女儿的腹中啊。要细话噻，妈母听见这个句我们也跳起来。哎，你妈妈那个时候这个是啥个配的呀？哈，谁说你妈想买还没用？咋晓得你啥个底细？别是个鱼头光棍，就会把他给他来骗我人生家家，可是太对不起个，通光是那个多样男人，说这个妈母还是扯淡。听见这个句后，我们就说10天个天起来，踩也不去踩的，连起身那么当蹬到里下。阿公啊，娘啊，你回来了啊？弄个事也做吧。那你当我不做啥哈？啊？阿公啊，你别忘记哈，这个牙西子我水沟上水大以来都不轻容易的呀。眼内出来个辰光，擦布布上血啪啪些的，一不是我那头都是啥个烈身了嘿，不忙你家里喝喝酒，辰光人家。嘿，老里现在真是眼扎鸡不扎完，怎样个听见这个只那个害我，我心啊痛个呀，心啊痛个呀！哎，我个天呀嘞！那个公娘3斤上摸不到对路呀！娘啊，你做什么啦？做什么啦？好像没得门得说了对吧？哈呀，我们呢，那是个玩意晓得呀你啊哈？那妈妈啥都问我的课堂给了下，我刚进门里来做啥家？啥个里对真是我？哎呀呀，我个心是么塞冷的冷啊！我个头皮里，小娘啊，那你个心是塞得子那个头皮里下去的家？哈，阿公啊，你别忘记啊！你是真正白头上了一只钉啊，不应该3老实。你妈不能你，阿公们规规矩矩，怎样个听见这个句那个闲话是呕在子心里哇！不把你家里喝喝酒，搞个3个人的呀！罗里现在你现在老做干啥个？你现在老做着呢哈！你个小娘你要气死我们，你还得个10块？哎呦呦，各位媳妇子吧哈！哎呦！哎呀，我到为地啥了？原来为子理哦。哦。哎呀，我那后里了势力像西门前子哈！阿文啊，我那问你呀，我是个啥人啦？娘啊，你看女儿与你搞病呀？也是娘。那。啥事体做，一年都要心海起讲。你是太把女孩开得轻。我当你是阿文啊，自家的娘看清自家心上的人，体无自家，你们自家从指头3个娘了害啊！我不是水性烟花女。真做得来，这个称哥哥2、3分了，我到底是你分量送的么子？阿些的，那是个啥人啦？他乃是陆阳生叫啥？借将兵，叫啥么子啊？借将兵，借将兵啊？哎呀呀，只听见个大兵、抢兵，还有披萨兵的嘞。从来不听见过有啥个叫嘉宾的玩意，难听的嘞。哦，我懂在，龙江开着吧，
现在说侬老师考堂间里向讲了啷冰了啷，剩下来吃姜饼吧还是吧？姜饼们哪哈讲？他们共苦不已，上路情。这李山我听得到你啥大家讲？他是对本姑娘的内呀深。哎呀，阿文啊，那么你也去寻你不姑娘呀？不得给他来做啥人？那几对亲姑女，许都意，在那镇上可定谁起身？哎呦，那么你也去，那么是卡在，给他的么是卡堂喂，使出个山河了嘿喂。他们有诉。内身的看去，得地来此把你心。他是来卖身的看的呀。啥么子？哦，三个里面加个不老，大概他的来寻个大理的搿种人到屋里向去马身的看噶。是呀，哎呀呀呀，死夸张哈！我们龙子半日，是出哪里那么也死夸张哈？你们算错脱，侬我也拍了个马油，心里想哎呀我死个啦，不对一算么？阿公你做啥啦？呀，你又哎呦，别哭你别哭你啊！还是这中年个么不喊，哎呀，中年个么惨白，对呀，事体分弄清什么马用来是我不对个，王氏娘侬那个想搿种事体搞得清爽的，别哭啊！哎呀，侬这个背不是怎么子？你这个看脸子玩的，好要不给大家。也是喝水里喝不水了黑哇！可能哭的这个样子嘛，马不得底下心里想不说的。现在不是自家不喊的，尸体不弄清上不去马运气，那么一看到起，好在这个外头人身上，谁是里不喊？这小句去心上里，当奔出来了，嘿，主公失足。阿官，手帮着刚刚为大小要一些就跌到子阿婆那里去，妈，没还呀，妈了呢哈！哦哟，刚这门来做啥么？里不肯吃啊！临时会见呢，一头皮个心思不塞了你能阿文个头皮里向哈？那么看什么？我们上的那个松西档，但里向侬你阿公受得来，哭了个三了个哭，难得开心了海哇！哎呦，我要来马身了！你看看那身上下个身哈的，啥人相信讲？哎呦，雷动喂，对个呀，身上向行的别听，各种样子么哪子要马身呢？啥个？说上句话，妈妈，实不相瞒，这衣服嘛，乃是借得来的呀。啥个？哦，这身衣裳借得来的？是啊。哎呀，真俺也别吃，这个衣裳借得来。哎呀，干嘛哥啊？啊，搿么搿趁哈的借得来个呢？啥地方门都朋友借的同地，你怎么还回转去是吧？哎呀，吹风呢，这都是美是事。哦，三哥实在没办法噻。上面一只旗子嘛，背也马身子。是啊。搿么我跟你说，你非当子马身人家还个吧？总之马在龙儿时，你的心啊给他马头头啊现在。这个嘛，我晓得的。我说你不晓得噶？哎呀，这个看起来秋不新的哇！哎呀，秋不新嘛，侬也不秋在啊！哎呀，搿么阿哥啊，妈妈，我问你，你要马身嘛？该到底还有中班人的讲，不中班人我马不发几个？
妈妈，像此举嘛，我倒是绝不服轻啊！这宗保是什么？为了娘上妈妈了。哎呀，这是不样啥？说句不惊喜的闲话啊！我当年不今朝第一做反对，啊啦，叫身心难测。家里的说大王最说，哎，只能塞了我妈妈一口子气高了，跟我担当得起。妈妈，那哈，这倒不妨，哪不妨？我把买下来的身家银两放在你处，你看可好啊？啊，这个嘛，我那个身高你自己让我打。是啊。啊，就你当相信当然相信的呀。我倒不相信你要的。哎呀，好不来哇！怎样？这个总得办人的毕业请求的。跟我打的不行，不就拿着办人家？妈妈，这倒也不妨。啥也不妨噻。只要你我之间生一个亲戚的了。是个人的请求。那么人啥个请求呢？那是公事相称吧？呀，不抓累是吧？根本也不是口子吧？公公大人在上，小事之相，与理了。是。哎呀，那个三夫妇对子说的我老公吧哎呀，只讲比我妈妈也来噻。自家有那么大的自家人做吧？是啊，阿仁姐子啊，那么呢，不养不少，定定眼睛。我的当地的把人到屋里向去呢，啥的让人家总归讲的把你听听。好啊。哎呀，来跟你讲一声，我妈妈你做事情欢喜两厢情愿的。搿种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不肯做的啊。那么往事水大浪向人家都了海洋，反正我马步海外就扎一步，吃他你为他改改。好啊，那么对不起是哪一家呢？哎呀，阿仁子啊，你听哈咋？事情太过为重，我不去的。啥的？一比时间太多。是啊。不来个？不你玩玩。好啊。那是人家都了海呀，你听哈啊。这种小姑姑的事情，我弄不来的哇！啥也弄不里去噻？哎呀，阿仁姐子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拎不清。这现在市面上向请个蹦的噻，光的都啥个？根本我是男人呀！谁把手出哪里走来了？哎呀，可么你到真是个大了海不哈？阿仁姐子啊，这个每样的人家嘛。生活么也清干，是啊，事体么也善干，也要么春那个心干。搿种人家是哎呦，看上去来着我背着活咖喱哇，对不起是哪一家啊？对你妈妈为子你疙瘩了糟包，阿仁姐子啊，啥等让人家呢？你听下啊。什么吧？本性
有些话要难听，哪有个中头明星噶？结果杀一个字来打架，有星星一个往里爬，你们在一起谁走来他呀？姥姥等我啊！你吹响了。哦哟，你都晓得我等那个哈，不个玩个搞法来归搞法来，我当没事啊，妹子啊，把人家出自动地忙来去，我总归喊你走走事体吧。哪家，侬在高堂里向拱起来，一年三分对不来挤呀，根不是俺从人家了开哎呀，不是我不肯走呀，就是我要去个是花家里呀，但是我得来那份嘛，我有份当然讲的。刚子比较丑板家，你要为你个呀，一拿说起来把人家财富去，偏偏要到个家去，啥？再来比例一比，总要请高某再想什么一想。哦，因为一想一想，我当年生我想不出哪里明白个在。总是有的呀。哎呀，陡然哥哥里向已经脖子出来个在。哎呀，大是大悲，举口举呢。你些用不得都用不得都不好一想年轻时看。请高某总要想个法好的。那么大弄法的，别个这一想嘛，你不理解都毛淋淋了。哦哟，儿子啊，真跟我两个把你手混得了很贼。哎呦，哪会我刚刚人家忘记这个呢？是哪一家啊？前2日天忙是忙得嘞，谁都会自个讲人家玩。但现在那个人啊，本寻到了呀。我当年是，你多么一个世纪动儿，谁是城里向指大家天官复活？是天官活佛吗？嘿哇！哎呦，你怎么说的是个高吧？好吧，好吧，谁是这一家？谁是这一家？谁是这一家？忙你去嘛，总归叫你做事体个呀。你哪家？但不人家屋里向一日的啊，走了看不得了无球球啊！这个哪里是讲？得意么放人忘记这个字，好啊，晓得了。晓得这个啊。那么还是吧，讲人讲在啊。我也现在辰光差不多了哇，天也要下来噻，就要不兴兵。好的啊，你走去吧，明早再来。好啊。去吧啊。哪里去呀？你也门都马上的嘞，是个哪里去呀？你啥时候来啦？我们绿地到此，根本还是玩，为大看台里去玩。是的，我靠这里还会出去干，可是不两个动物拉了子，我还能脱身啦。哥么？想着绿地嘛，我不能委屈的了啊。哪了？去了他们的防卫军，被敌军给出来了。哦哟，做这个你不能来给勾出来噶。哎呀，阿仁儿子啊，根本你这个一样天个人包带落到去着。这个嘛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都不来事噶，这倒是你娘们两个的才是女人妈妈。你个三胡子搞了给他这个手上名了去，给他不来的啊。哥么？这倒不妨。哪不妨？你们经过将门儿紧闭，双上而睡。我们谁是了一的下谁理一下，谁是了？我懂噻，随口那个意思嘛。怪咱这娘们两个的房门乖上，里头嘛湿紧。那么一个子嘛立在外头脸衣下头，立着看一样天。是啊。家家嘛里烂，风里嘛娘里吃，雨头里嘛娘里多。是啊。那个从刚才那老死怎么写的？哦哟，你看看呀，本来睡得来像蟑螂鬼子样一张了黑暗了，一夜天输下来非要比风干不死的哈。哦哟，哈子啊，给他课堂给你想等他一夜天吧。好啊。小区你睡了等我个去啊。要不要吃啦？哎呦。不地大分我第七次当我吃，尚未用过。哎呦，动力分散上，谁听得到鸟来了哈？可能阿仁儿子啊，你面熟也欢喜的讲。欢喜的。欢喜
喜个，哎呀，我也欢喜个呀，蛮好啊！如今在家里向还是屋里向现成的聚餐有了很，但不是聚餐画面来看呐，好吧，快点啊，谢谢啊，来送一下啊，马不当当的笨蛋里向找我干嘛？阿公啊，娘啊，哎呀，都比弄得来够够见了很快点啊，山药背包聚餐画面，送娘个等你杀个吧。哦，晓得了。谢谢娘啊，你一日都要聚餐搞大饭务，帮人家做媒人，你那不得我想想个你，我年纪还不小子呀，不得我动动脑筋个你，这幸福而用，关键到盒子啊，把光肉拿起来看子两光肉是么，等那个盒子里向啊，接了个咯，接了个咯。马步一听啥个声音家接了个了。你那做啥家？洗个碗。大盒子啊？你那啥么子大家？洗嘴碗。洗嘴呀？这东东里向冒出去一口高。好哟，阿公啊，你看看那水里向弄个啥个么子？哎呀，也喜欢拿脑子不光荣了一大家。这个呢？好哟，那个新娘啊，我也这个那个了，光不知道了，接里咕噜呀哈。洗垮的哈！我那山里下子脖子头面，你能把我的脏我子啊哈！要脖子要把你杀出这种啊！有进火锅给烧开了嘛，卡子两光着屎啊！啪，火锅给盖一盖进。两把好精细，嘣嘣嘣嘣的已经滚着呀！阿公啊，滚着哇，还啥的呀？要聚餐大一大切一切和面呀！哦，记下了，心急慌忙，走，顺序找把米过来，忙着蒸灯杯老下一放。萝卜蛋可也不可，苍谁吃头？介绍聚餐带一根啊分切个，糯米打聚餐忙正盒子里向一菜没火锅盖，啪盖一盖哈，一把好个辰光他已经铺着呀，阿公啊铺着哇，火锅盖谢谢娘。说这样快进铺子啊？嘿，介绍非得不开火锅盖嘛，反而轻进呀！哈，哎呀，轻进不拿来是你，好有个马步狗后样啊，实在饿不了，连起身来吧。好哟，那个新娘啊，你要懂啥个南京家啊？哎呀，你这个娘开娘，跟来嘛火锅给咣一响，好哟，在脖子里向一口嘛，啥个老酒在家哈？喝吃了出一壶，老吞起来，好的不要吃过去，拿上碗过来，拿上块么两米菜，屁！你啥老大家？今朝这个米那两个起来家，再对盒子里向一口，哎呦呀，死个嘞！头面米三菜了个怎么哈？这新娘俺不知道东啥个南京了嘿！快点，拿光说看着玩。但是个聚餐神去的拿困脸的呀，亮起来一口。哎呦呀，死夸噻！头面的聚餐啥是啥得不得了啊！哎，先别熬那个垃圾锅吃出来三十的砸了，不管弄啥事体。一切三事你们脱单老师，阿个弟子啊，公公来的，吃吧啊！是一口没啥个来的，吞那个米了，细细一点，黄渣渣，清细细。搿什么子我不要吃，白开，还可以烫。公母，那哈，太对了啊！他来着？是啊。哎呀，那倒想到对面一样分包啊！他来不那个啊？阿公啊，快点拿点酱油出来啊！他来着。算得来，这个自家不还来拿个呢？顺水抓起抓平门，娘啊，来了。说的气他，别，稍微淡点。哎呀，阿哥你这那种差不多的啊，吃吧。那种还吃吃，稍微补一补。公母啊，太熟了啊！他熟的，一口也是块弄个臭啊！个舌头嘛，哎呀，难为人你。阿人儿子啊，搿来嘛来不动作啊。那搿个是你南阳有名气的嘛？叫葱爆米饭。哦。阿公啊，你不拿
想有那个臭怪，快点请我第一来看。哎哟，得为人个面孔讲子，那我得拿错他个人，干嘛还在进去拿盐吧？不晓得今朝阿凤姑娘的文领头呀，石头发了身浪向了黑。脑子不差，就说搿张书要升得来得个上，升得再高了要门一个香炉里向刻字半点个香灰，口啊不口打得硬是忙着里迷糊里向，太厉害！嘿，搿来大别是马步啊马步，吃的么子真可取。这样一问，搿个我看得是个。三位补一补，哪种海吃子？分科长吃到嘴里面拉来这个石头，开模子个牙齿。公公大人呐，阿公你是哪哈家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要西夸吃的各种高音当分科长的呀！对面屋里向点看嘛，好哟，那么手清爽，能些叫愤怒的意外，对面那个香灰味啊，香灰啊！别去玻璃今朝为子写着要吃香灰明我啊，牛改法律上的直接说，讲讲，倾听我党。